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日日谈有丰富嘅人文特色同风景，几多人都系去了过嘅，行会过去。尤其开放大量人客来台湾游览以来，日日谈韩国系天初会去嘅景点。去年、几年呢，包括本国同外国观光客加起来有800万人次。不过今年受到两岸情势有变化，韩国火烧茶市强嘅影响。下半年大量人客会下面社会轨道。照观光局嘅统计，今年8月的日日談嘅大量人客比去年8月的社會59%或63%哦。入閘路無嘅模式微微滾，尤其主要做大量人客生意嘅油田、餐飲業、韓國廠。不過也有人提問講，加大量人客唔前來家下，大家用嚟過日的呢？叫下來了解入閘所受到嘅衝擊。遊覽車停到車務碼頭上方，一團大量人客行下車，停等咗前前日日談使用太石頭翕相，頭擺旅客當多時節，大家搶到翕也唔是搶嘅。上莊好身份觀察，對今年前日嘅個旅客減少當多。千月份左右吧，減咗存5成左右啦。按減5成嗰種，因為嗰度台灣嘅然後有外國嘅哦，香港嘅啦、日本啊、韓國啊、東南亞。哦，仲係除非在馬來西亞，按件樣上嗰個態度，因為前啲差咩啊，呢個遊覽查後來查出嚟講啊，嗰啲司機啊、賣汽油啊，本呢個貨售查嗬，佢一睇到人係做乜壽司嘅咧，都變啊人都唔敢嚟了，變啊樣上啊件睇到後差唔多存量上天嘅。今年呢，在上半年度來講，我們的一個陸客客群呢，還是維持有那麼多。那但是呢，在8月份開始呢，大概在每天的一個客群數呢。大概從5000人呢，大概稍微酌減到變成，9月初來講呢，大概將近只剩下到2000人的團體客，但是自由行的部分呢，目前呢還是一樣，沒有說差距很大。照日日談今年初統計，去年8月嚟，日日談地區人客總數大概有38萬人次，其中團體旅客有18萬人次邊呢。今年8月嚟，旅客係7萬人次，減少59%，人客總數咪降到26萬人次。去年嚟統計數增客家大，去年9月嚟，旅客係有15萬人次邊呢。今年9月嚟，搶存到5萬人次，減少66%多。現在日日談附近旅館假使客高，團體旅客唔會係呀，旅遊片單單係遊付，故所旅客減少，對遊艇業影響動態。因為以前有大概1半以上的這個遊艇業者，他是專門經營陸客這一塊的。哦，那對這些業者來講，那是首當其衝。像我們一艘遊艇造價要1000多萬、1500、1600，你要回收回來的話，在10年還是回收不回來。現在你就看着碼頭就好了，船都綁在碼頭上面。以前現在的時候是潭面都是遊艇在跑，現在是遊艇空空蕩蕩的。一件遊艇一紮最係做旅客團，大量人客千多時節，一日就10轉，也一日千多就1-2轉。頭擺上莊一張日了4日，千多了到2日，也了幾久千才幾。如果以船長的觀點來看，以前的話1個月可能休4天，哦，那收入也還不錯，哦，那結果現在的話可能要休幾天，老闆也不會說不讓你休，啊，要休你就盡量休，因為也沒有客人可以載。我感覺吼是了的話都過搶哩，較無安尼人擠人啦。啊，不過人攏愛吃飯啦，也加咧經濟愈會無啊，安尼自家嘛愛做些嘛愛有賺錢有吃飯啦。彩天一集大拍講，其實也人客總數同旅客含冇大量來台灣時節差唔多。一集也冇講辛苦，喺美嘅樣時，已經旅客愛來，是係當多錢，買係當多實皮，也旅客減少按多。既然旅客為主嘅一集，唔是講做閒戳戳嘅，唔係旅客為主嘅，影響做卡細。我哋睇下嚟上面啊，頭擺係忙緊睇到接觸，學人係忙嚟台灣嚟了嚟啊觀光過啊，出咩出口我哋台灣人間日本啊，也東南亞啊，也韓國。出口外國，跟我台灣本島嘅我哋嘅上千嚟了嘛，啊所以講啊，以前冇睇到，近日下
台湾纯量上来讲啊，感觉上也还比以前头摆嘅人客无个少啊。在日月潭从以前游客最多的时候，以台湾客人呢，一天播几千人嘛。那现在后来到陆客最多，一天几万人啊。那现在忽然又限缩回来几千人，那整个游艇从原本的需求量只有10几台，到现在已经做好100台在那边等着你。那现在有80台没有游客，就问题就跑出来了。为了提升旅游品质，南投县政府将头9月底公告实施日月潭水域上的管理处置条例，总量管制上限139台。不过由付钱到旅客减少的，所讲的总量管制看来就无大无多嘅。还有在地有名的罗船塘，每为到让家旅客重新装潢康泰营业，对于热情到几百座都也纯模式做做出了的，连顺丰卖水果店家没冇生意好做。要开放陆客的时候，他们都在问日月潭准备好了没？台湾各地的景点准备好了没？这样子的一个口号，大家我想都还记得了哈。那现在大家真的都准备好了，可是客人呢？客人在哪里？不见了啊！政策的东西不是人民想怎样就怎样的，我们想转型啊，也是需要时间。因为到现在，其实以我自己所看到的，在日月潭区域，大部分的住民都还是维持在等待的阶段啦。只有少数，像以我个人来说，其实我附近我还有去种植新的一个行业，像我去种植我们日月潭的红茶。旅客减少，用一只转移种红茶。韩国头摆旅客较多，人客较无时间天天的欣赏日月潭的景嘅，一时间拄好了truyền统程度旅游。顾好品质，没顾好环境，按样做较重要。日月潭是台湾的观光指标了哈，拓展一个精致旅游观光这样的一个路线了哈。那台湾其实不应该只是在冲刺的这个冲量上面，应该在值上面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总量型的一个管制如果我们为了服务这个大量的一个客群，那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些硬体设施，那我相信会破坏整体的一个环境。我毛太阳也唔是少啦，我哋做嚟讲即个硬体啦、软体啊，就我哋服务有做嚟改度改变嘅素材啦，讲怎样去吸引一个人客人客来回流来了嘅，后尾都上古嘅了。最安静嘅日月潭，人客嘅认真来了，政策开放也主动都会참视嘅，看做这个老料风式，没冇办法了解当地人文历史故事。喺讲好好保护生态环境，规划精彩尘土旅游，莫讲係大量人客，全世界人客都想来看日月潭有幾正嘅。